好紧张啊！第57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莫子仪，亲爱的粉丝。莫子仪出道24年，演出作品横跨电视、电影、舞台剧。她在本片中饰演爱人过世后为她照顾家庭的男同志，深刻融入角色的生命历程，将矛盾的内心世界以细腻自然、深具感染力的方式精准表达，成功拿下金马影帝。谢谢金马奖，谢谢所有的评审，谢谢亲爱的访客的导演郑有杰，谢谢你带我们创造这一切，谢谢淑芳阿姨，她永远就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。我今天最开心的其实是看到淑芳阿姨站在台上，所以谢谢淑芳阿姨，谢谢润英、纯耀，还有亲爱的访客所有的伙伴们，没有你们，我也没有办法现在站在这里。今天晚上我非常荣幸可以跟很多前辈长辈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。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，并不代表我是最优秀的演员，而是因为有你们的启发、你们的滋养，以及剧组共同的努力，加上一点点的运气，所以我现在才能拿到这个奖。所以谢谢你们。谢谢所有幕前幕后一直持续努力者，以及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电影工作者们，谢谢你们。最后，致自由，致平等，致天赋人权，致电影，致创作，致生活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莫子仪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